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12月初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观众朋友，咱即几天天气是寒佮湿湿，地势雪山佮合欢山拢落雪啊。气象局表示，大陆冷气团早暗落南，新竹北山气温上低廿高9度，打算明仔载透早平地气温卖降到10度。下大雪嘞！雪山369山庄开始落雪，山庄前楼梯卡的空地啊，规一片雪白。布隆卡里布湾登山队一透早翕到落雪画面，有人回报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场的人是欢喜迎接这场措施。今年雪山地区降下第一场雪，在雪山圈谷，它的那边气象局有设一个简易气象站嘛，温度是有到0度啦。南投合欢山温度无够低，无落雪，一透早游客发现树顶叶啊结满了冰珠，形成另外一种美景。接近中昼的时阵，天顶开始降落冰层，虽然一落伫新乡涂骹就扬起，来到武岭停车场民众也是一直讲真幸运。太开心了，因为我昨天半夜就来了，会等到现在就对，感觉怎么样？赞，第一次上来就看到了，对，就看到。到了下昼，位于花莲南投高界合欢山管理站户外餐岛甲涂骹已经积了白白一沿。工作人员描写一开始落雪，后来才为雪花轻轻啊降落。气象局表示，若水气充足，拜五暗时到拜六的透早，3000公尺关山有望有机会落雪。受到冷气团影响，气温也会降，6号暗时开始降，上低温应该会出现伫礼拜2的透早会降到攝氏10度。到明天清晨的话，各地的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左右。那到礼拜天的清晨的话，甚至来到11到14度。部分比较空旷的区域或是近山区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甚至有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下昼针对大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新北基隆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雨势爱等到拜六的日时才会确停。至于回温，爱搁加等一下。气象局表示，后礼拜1日时北部高温会回到20度以上，中南部是到25至27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澎哥日报》，台南地检署侦办新庇护电子商务公司诈骗少年人计用20统一的晓凶钱。地检署甲负责人林金祥、翁仔某甲成员拢总10个人带转来。检察官认为，这对翁仔某违反银行法，有串通的嫌疑，已经甲因升压了。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台北捷运按算取消使用电子票证，车钱拍8折优待。要改做按照乘客逐月日坐偌济班车来决定优待比例。这条措施上紧明年过年就会实施。上尾是《联合报》，政府宣布明年开始放令国民旅游卡限制。若休假日、平常时下班买当使用国民旅游卡的补助。补助范围包括珠宝、黄金，即马已经有4间银行业者推出优待，要来拼业绩了。杨惠如网军案，军甲未煞有国民党立委去外交部抗议，煞发生冲突。国民党这边讲，民进党经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禄成按去年7月开始，逐月日拢予杨惠如20万。康禄成嘛，打出来反击，讲这个话是咧甲伊抹黑。继续立约网军案，国民党立委甲台北市议员再去到外交部抗议，要求部长吴钊燮落台负责，但是煞予警卫甲大门拐开，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场面真混乱。各立委的手互门压着，受伤送病院。里面的驻外警还挡着门，夹伤了2个立委。包括陈玉珍跟李瓦叶委员，现在已经送到台大急救。外交部重新尊重司法，但是嘛强调，无应该变成进行政治攻击的场合。对网军案那也明代大动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算是真低调。主席会觉得民进党在跟杨惠如串后人吗？谢谢。也聊一波来，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讲，民进党的前高雄市议长康裕成为去年7月开始，每一个月拿20万给杨惠如的公司。下晡康裕成亲身出面解说。我所委托的案子跟网军无关，也不是经营网军，
纯粹是选举的相关经费，请不要用恶意的栽赃对待我。民进党甲杨惠如的关系必须外界检视，连总统蔡英文甲杨惠如有做伙翕相的相片，嘛互网友并出来，两个人到底敢有熟悉无？民进党主席戴耀廷出面替伊讲话。任何的公众人物啊，跟很多人即使办过活动同框，那么认不认识自己主观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主观的意思，我们应该尊重。只要讲到杨惠如，民进党全面切割，但是煞无法度否认杨惠如是民进党员的身份。但是因若无处理好这波争议，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恐惊嘛会拍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去到高雄基顶主持海巡巡防舰的交船典礼。面对民进党加入去网军的风波，有网友表讲，蔡英文捌抱过杨惠如的狗仔翕相。蔡英文表示，迄敢若是伫咧游行的队伍内底，甲民众互动，甲杨惠如是无私人的交情，嘛希望大家莫摕这件案件来做政治的操作。甲所有斩断，甲酒馆讲互破，祝福船舰落水了后拢平安。总统蔡英文早起到中信国阳船厂主持海巡舰号名甲交船典礼，强调各男各族政策，帮助台湾造船产业复苏。伊煞来参拜基顶两间庙寺，对着杨惠如牵涉大阪外交官的案件，有网友查出蔡英文捌摸着杨惠如甲狗仔斗阵翕相，质疑伊无熟悉杨惠如的讲法，伊是澄清，只是游行活动中甲民众互动无私人的交情。群众跟我互动哦，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也不代表说我对每一个人都认得，或者是每一个人我都熟识哦。那我要再讲一遍，对于杨惠如哦，那我确实没有私人的交情，也没有这个交往的这个事实。不过杨惠如事件继续引发怀疑民进党的网络军队问题，蔡英文也希望讲卖做政治的操作。在司法跟媒体的报道上面都理清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呢，我们真的不要无限上纲啊，也不要回避我们这个事情的本质在哪里哈。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是被新北市立委候选人卖票，也认为国民党希望将杨惠如事件政治化。不过司法已经起诉，调查真相了后就会烦恼冲击选情。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伊是网络被欺负的三兄弟，爱蔡英文多多关心伊的内心状况。赖清德讲，伊真难甲韩国瑜来做兄弟。对台湾的热忱以及对民主的坚持，我跟韩市长截然不同，所以。我也很难跟韩市长称兄道弟。那在守护台湾这样的一个大目标之下，人人有责。韩国瑜想要挑起赖清德的党内初选心结，也不过赖清德强调，为了守护台湾，伊的目标唔那是赢得陪当选，也希望立委席次超过一半，继续推动更加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针对803兄弟的议题，甲蔡英文口说，讲应该爱关心赖清德敢有想要做副手，因为赖清德初选的民调是较悬于20%呢。另外，韩国瑜嘛批评中央广播电台用政府预算就明册加以打击，安尼做是政党的斗争，是违法，要求检察官就要调查详细。更前瞻的政策来引导产业的发展。一日到半导体大厂旺宏电子，韩国瑜甲张善政参访时就穿着红旗粉尘的衫签名来翕相，对着对手蔡英文才拄来过，双方敢若互相伫拼。韩国瑜定赢也讲到经济政策甲理念。深信说半导体扮演的角色，硬体扮演角色是越来越重，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我们鼓励多元化应用，然后把这应用赶快转化成晶片。对了，这个杨惠如利用网络军队案件，韩国瑜点名中央广播电台用有算上脸书推播宣传打击韩国瑜新闻，伊批评政府有算被摕来做政党的斗争就是违法。它类似一些道德问题或者一些风气的问题，这明显违法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台北地检署应该立刻立案调查。连国家广播电台领文化部预算，每年4亿多的预算，他在网络脸书上下的广告。是含黑的新闻，推播的是含黑的新闻。而中共是发出新闻稿，强调针对总统大选，中共对这个开始总共推出8篇专题报道，
其中3篇经过联署审核，总有投放联署的广告，总共支付大约1185块。也强调央广是秉持新闻专业平衡报道，只有蔡总统公布的666有利政策，加5号公布的所谓政策，也让韩国瑜阵营积极抄袭。其实韩市长前一阵子也讲了说，欢迎抄袭，好的政策欢迎抄袭。如果你从头抄到尾的话，那干脆换我们来执政，不是更好吗？韩国瑜进前讲，被欺负3兄弟的话题，和蔡总统宣讲赖清德无想要甲韩国瑜做兄弟。而韩国瑜是搁再讲，赖清德初选民意调查真悬，即阵却是委屈做副手。蔡总统更加应该关心的是赖清德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亲民党这边，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早暗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宋楚瑜讲，好心的人无一定会晓使飞行机，爱有才调的人才会当互台湾安全。安尼是讲，敢是咧考试韩国瑜咧？第4摆参选总统的宋楚瑜嘛，呼吁台湾民众着互伊一摆机会。那伊做总统，行着会甲台湾人的自信、甲骄傲找倒转来。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6号暗参加2020总统大选青年论坛。伫讲到台湾即马所面对的困难的局面，伊讲爱有才调的人带头，互国家安全起飞降落。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一位候选人，就像他昨天自己讲的，他心很好。好心的人不一定会开飞机，一样，我们要有能干的人，才能够安全的起飞，安全的降落。对新市支持设自禁区，宋楚瑜讲，重点是咱有什么优势是别个国家无的，也再一次点名韩国瑜。那些到外面去招商，说我可以把人家的钱来，小心。他会变成图利他人，被关起来。我们没有地方政府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我说韩市长不要在那边说你可以成立自贸区，因为那是中央的权利，那个不是你的权利。面对少年人宋楚瑜讲话速度较紧，也较简单直接，互人问到参选这么多遍，伊是摕爱迪生来比。今年又愿意来参加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希望4年后，您愿意来持续参加我们的总统活动，像爱迪生一样的试验很多次，终于我们会有电灯了，没有错吧？他试验多少次？我才试过4次，他试过上千次啊！爱要有 integrity， 你不只要管好自己，要管好你的太太，还要管好你的部属，要 integrity。炮火正强，敌阵韩国瑜，就连韩国瑜的看手李家芬家族最近所了解，蔡沙招加国技术风波也无放过。最后一场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宋楚瑜出招，想要扭瓦甲少年人的距离，效果如何，就要看选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讲，国际亚洲联总会公布选手药检无过名单当中内底有咱台湾的选手陈树杰，陈树杰即马已经互暂时禁赛了。国际亚洲联总会表示，陈树杰药检根本有违禁的物质，认为伊有可能违反禁药管制规定的可能，所以怀疑暂时禁赛。陈树杰伫亚洲联的比赛成绩拢下叫，但刷表使用禁药的歹代 ，IWF 目前也无说明陈树杰违规的细节，打算伫3个月内会开公听会，互陈树杰甲代志解说清楚。中华职业棒球副帮韩总昨宣布讲，由拉米狗特湾队的总教练洪一中担任因的总教练。2004年开始，洪一中伫拉纽新队甲拉米狗特湾队做总教练，计共16冬。但洪一中去副帮韩总，伊表示会答应，是因为讲露天合约，敢若愿意拍1冬，副帮韩总开3冬，伊当然爱为家己设想。来看其他的消息，有民众甲媒体投诉讲，伫网络买中国产的长鸟翅的迄款人啊，想袂到佮加一条写鸟翅的肉肠啦。安尼是做非洲伫这防疫恐惊有挂虑哦。农委会表示讲，会请业者甲产品落市，
那无一摆上当通罚到15万。伫咧网络平台面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鸟鼠肠，有点头佫特别写讲会送一个生鸟鼠的肉肠。台湾有民众买倒来了后，真正收到肉肠，随网境外包裹邮件都会经过电工机100%的检验。毋过，一个鸟鼠肠内底所送的肉肠，却无去互发现到。最麻烦的就是说，因为他给你塞了一条那个东西在那里面，可能有一些金属的东西或什么会挡住，还是怎样，不晓得。网络卖产品是误会杂色，毋是食品类内底若是有放肉做的物件，农委会承认讲是无好查，已经通知各大商务平台必须要闭关，毋通互相关的产品有广告。若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广告实施，业者若是有卖这款的物件，一届会罚3万块至15万。另外一方面，农委会呼吁民众若是收到肉做的物件，一定要寄互防疫单位。最怕的就是说，你会不会把它丢到那个厨余桶里面，让它变成厨余去收走？那这个我们是比较不愿意看到的。有伫卖这款商品的淘宝网表示，会继续透过技术性的手段，以防猪肉做的物件卖来台湾，嘛呼吁点头，毋通用礼物的方式放伫货内底。若是虾皮表示，已经配合主管机关甲产品落架，毋过也是有一寡卖的人闪避关键字继续伫卖，因为中国非洲地这疫情还未稳定，对中国过来猪肉做的物件，农委会表示也是爱全面预防。记者综合报道。讲直性龙骨炎是无法度断根的症头，毋过中研院研究团队已经找到治病原因咯。若是甲体内的 TNAP 酵素压落来，就会当阻止无正常的骨质乱生长的情形。研究团队嘛发现，讲目前当地治疗骨头含素的2种药啊，无定着有机会来治疗强直性的龙骨炎。得到强直性龙骨炎，会有透早规身躯电扣扣情形，严重的时甚至脚骨无法度行，龙骨互相连做伙，变甲电扣扣，最后强化，亲像跌骨。目前我无到完全向治疗好势。不过，中医院经体研究中心团队经过7年拍拼，找到关键的治病原因。僵直性脊椎炎病患都带有这个基因型，那我们发现这个基因呢，它会启动不正常的蛋白堆叠的路径，那导致不正常的讯息传递路径以及不正常的转录因子的产生，那之后呢，造成酵素 TNAP 的大量增加。研究团队为临床手术提出发病最古建议的干细胞，发现就是 HLA27 基因叠作怪，合成2倍时阵产生错误的塔做伙，变作无正常的现象。这传送特殊消息，增加 TNAP 酵素，造成无正常骨化，也就是最古形成，最后造成强直性龙骨炎。掌握到关键酵素了后，研究团队嘛发现市面上即卖2款药物有机会甲老药物搁摕来治疗强直性龙骨炎。通过的药物有这个 Lavamisole 跟 Pelizonate 这2个药物呢，是已知可以用来当做 TNAP 的 inhibitor。那甚至呢，配合一些血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可能也许可以对未来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什么样的药物，做一个更个人化的一个医疗。这体医疗难题。带来新的希望，未来敢会当有机会完全治疗好势。团队表示，2款老药啊，会当控制8成到9成的最古形成，不过敢会当完全治疗好势，敢会当待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好，谢谢。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去年全球麻疫情的数据，受到全球性的反疫苗运动的影响，全球得到麻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人，尚无有14万人因为安尼来死亡。其中，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疫情上界严重。萨摩亚首都阿皮亚街路面顶店指指，居民伫门口挂红旗等待来注疫苗，因为萨摩亚发生真严重的麻疫情，已经有4200多件病例，造成62个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囡仔。而且为着要停止疫情继续拖，政府下令初5、初62天停班停课，禁止出去外口，而且派防疫人员去民众的厝里来注麻疫苗。That everybody stays at home. No car should be on the road, so as not to pose any problems for the fast movements of our team. 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人口仅20万人，过去境内红鸭仔注疫苗几率差不多维持伫咧8成左右。不过去年2018年，有2个囡仔因为人为的医疗疏失，注麻疫苗了后死去，注疫苗会死的计数是嘛传甲真紧。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嘛公布数据，2018年受到全球性发疫苗运动的影响，全世界感到麻的比例已经超过1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拢是5岁以下的囡仔人。That these outbreaks are happening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deaths are happening,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that people are not vaccinated. 其实，萨摩亚政府今年10月份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疫情紧急状态，而且对反疫苗老位的人来处理，还有大规模训练不是医疗专业的公布人员，来弥补公共卫生的人力。不过，疫情也是无法度控制，各种相比注射的状况一直在发生，所以萨摩亚政府今日当地初五宣布。全境封锁48点钟，每一户拢爱注满疫苗，希望讲会当赶紧甲疫情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法国。伫法国有济工会反对总统推动的年金改革，对12月初5开始，国务全国的劳工罢工，头一日就有100外都市超过80万人就街头抗议。伫斯巴黎高铁是袂顶袂动，就连飞行机帮嘛受到大影响。法国总工会 CGT 所发动的这场无限期的全国大罢工，却有法国媒体用史上上强、有着超级无敌等等的字来形容。首都巴黎地铁车站的铁门全部拢留落来，车路的交通是大塞车。市中心有65000个人的游行示威。就算讲游行的队伍打开始是真和平，不过一边穿乌衫的示威者放火来烧停伫路边的拖车，而且用石头来破坏商店的塔门，引起警方发射催泪ga斯来进行驱离，场面是乱七八糟。到初5暗时为止，已经有90个人去用抓起来，同款相对的场景嘛，伫南特、波尔多、雷恩等等的城市出现。Toucher aux retraites, c'était la goutte d'eau qui a fait déborder un peu le vase, quoi, parce qu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on y perd tous. Que ce soit pour le chômage, pour la suppression d'emplois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que ce soit pour la vie quotidienne de tout le monde. Donc la touche aux retraites, ça nous donnait la moindre idée de ce qui va se passer. CGT 讲有150万个人伫街路面顶来响应这场大罢工，内政部统计数字是806000个人。除了交通以外，学校、病院、邮局等等其他公家机关嘛加入去这届的罢工，影响的层面是真阔。巴黎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奥赛美术馆、凡尔赛宫等等，全部拢关起来，无开放参观。全国8座炼油厂有7座去予工人封锁，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会引起欠汽油的问题。法国全国公民营单位总共有42种无同的退休制度，马克龙政府想要杀街头式的年金制度来取代，详细法案内容还未出来。不过工会已经认定，新的退休法会让劳工的退休年纪变侪岁，退休了的生活会变甲真艰苦。按说讲要甲马克龙政府拼落去，就算讲要甲年底真重的耶诞节甲新年的采购贵废掉嘛，一定要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要滚到半冬啊！民众按算伫礼拜发起国际人权日的游行，想袂到警察无反对，新任的警务处长呼吁民众爱甲警察合作，若遇到暴力的事件，爱有勇气来谴责。不过，民众的召集人是打讲，警务处长先做头靠赢啦。手提标语诉求伫咧追究警察暴力、保卫人权。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计划伫咧礼拜日发起国际人权日的游行，得到警方发出不反对的通知书。民众召集人严主格初六呼吁第一线的警员要控制家己。不过新任警务处处长陈炳强发声，民众甲警方合作，维持和平游行。若是拄到暴力的事件，应该提出勇气来谴责。双方伫媒体顶悬互相呛聲。呼籲有關嘅主辦單位，當佢見到暴力嘅時間呢，係請佢哋攞出佢哋嘅勇氣去檢查呢啲暴力。我哋覺得只要警方克制嘅話呢，我哋係可以確保12月8號嘅遊行呢係和平發生嘅。希望即係我哋嘅鄧炳強係比盧偉聰有智慧，係比聰明啲。佢哋唔好一路就係話希望遊行有秩序，一路又唔肯開更多嘅路面。這場人權日的遊行意義真大，除了是區議會選舉以後上大規模的合法遊行集會，嘛是反送中運動以來經過4個多月第一屆強溫準的遊行。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今仔日的天氣預報。北部地區上加13度，上懸16度；中部地區上加13度，上懸20度；南部地區上加14度，上懸23度；東部這邊面上加14度，上懸20度。
未来3天的气象。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